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撒母耳记下卷17章15节到29节，加勒太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分担。基督徒应该爱彼此供应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分担。耶稣基督捌养饲5000人吃饱，也捌养饲4000人吃饱。耶稣基督伊要求彼得以及门徒讲：恁来养饲因。耶稣基督要求门徒，最主要就是爱门徒分担伊的工作。门徒真做耶稣基督的同工相款，特别王也面对伊的囝押沙龙的背叛甲攻击，伊需要有更较侪的人甲伊做伙来分担。经文的内底，咱有看到大卫虽然伫迄个危难的中间，却有得到3个人，因分别是亚文的拉巴人拿哈的囝索比、罗底人阿米利的囝马吉，甲这个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分担因的欠缺，并且提供因有够野的食物。撒母耳记下卷17章15节到29节记载，户书的祭司撒都甲阿比亚他讲，阿希多弗甲押沙龙甲以色列的长老出的计谋是安尼，我出的计谋是安尼。现在恁着赶紧派人去甲大卫报告，今暗毋通踮伫旷野的大口，一定要过河，才免王甲对伊的人拢受着遭灭。迄时约拿单甲亚希玛斯踮伫阮罗结，毋敢入城，惊互人看到，因伫听候一个女婢对城内出来，甲因通报，互因通对大卫王来报告，惊互人看到，因伫听候一个女婢对城内甲因通报。毋过有看到一个少年人看到因，就去甲押沙龙报告。因2人赶紧走去巴户林某一个人的厝，迄个人的店有钱，因2个人就落去遐觅。迄家的妇人人用挂砍钱口，顶面铺麦啊，代志就无漏涉。押沙龙的部下来到伫妇人人迄间厝，问伊讲阿希玛斯甲约拿单伫倒位？妇人人讲因过客去啦，遐的部下去找无着，就转去伫耶路撒冷。因离开了，迄2人对井内底起来，甲大卫通报。因对大卫讲：恁着起来，赶紧过河，因为阿希多弗有安尼计谋要害你。大卫甲对伊的人就起来，过约旦河，到天光，无一个无过约旦河。阿希多弗知伊的计策无受接纳，就骑驴倒转去到伊的城，
到伫因兜，伊甲厝内诶代志交代好势，就家己吊死。人甲伊埋葬伫伊老爸诶墓。台北伫马哈念诶时，押沙龙甲对伊诶以色列人才过约旦河。押沙龙设立阿玛撒做元帅，代替约押。阿玛撒是以色列人以特拉诶囝，以特拉捌甲拿下诶查某囝艾比该同房。这个艾比该甲约押诶老母西罗亚是姊妹。以色列人甲押沙龙伫基列地区集赢，代表到马哈念迄时，阿文族诶拉巴人拿合诶囝索比罗，底巴人阿米利诶囝马吉，以及基列诶罗基林人巴西来，带装铺盆、灰啊、小麦、大麦、米粉、白色诶五谷、豆啊、红豆、飞过诶豆啊、蜜、油、牛奶甲羊奶做一食物，供给互台北甲第一诶人，因讲。军兵伫旷野一定要会野生喙大。保罗提醒加勒泰地区正教会基督徒讲，伫加勒泰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兄弟姊妹，若有人陷入过失，恁遮会属灵诶人，着用温和诶心甲伊纠正。恁家己嘛得小心，才免受着忧忧，着分担重担，安尼做，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。家己无熬想真熬，是伫欺骗家己。逐个人着审查家己的行为，若有好的行为，伊简单通对家己夸口。毋免甲别人相比较，因为逐个人着担当家己的担。学习道理的人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，毋通骗家己。上帝是袂用得武慢的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会收成灭亡。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收永远的活命。做好事毋通上善，若无灰心死到就通受成。所以无论做什么时阵，着把握机会对众人做好事，特别是对信仰正做一家的人。是啦，基督徒应当爱彼此分担重担，着爱努力，互人得到利益，互人得到帮赞，着爱真诚来面对上帝，面对慈悲。因为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保罗特别伫第9节到第10节教导基督徒所讲的。所以着爱行好，毋通失志，毋通灰心，死到就有收成。因为无论做什么，有机会就应该爱做有利益人的事。也会伫信仰顶悬属于一家内底的人，佫较应该是爱安尼。求主帮助咱，正做愿意彼此分担，来迎神益人的好仆人。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感谢上主的保护。我要不时称赞上主，我的嘴要常常学落伊。我的心神要看靠主的困苦的人听起来欢喜，着甲我称赞上主最大，做伙尊重伊的名。我求叫上主伊有应我，
救我脱离一切的惊吓，仰慕伊的人面有光彩，心快乐，因永远袂迟到见上失望。善车人求叫上主有听见，求伊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来瞻仰，救因脱出困境。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，找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感谢上帝使阮得到利益，得到快乐，无稳定。求主帮助阮，看到别人的需求，愿意正做人的帮衬，正做分担救助阮的工作，分担人的软弱甲需要人的仆人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门。